呢個荃灣廣場嘅單位，我哋做咗全屋清拆，重新裝修，效果完全唔同晒。客飯廳用咗深灰石紋做電視牆，配埋銅線裝飾，成個空間好有層次感。你睇下，完工實景同效果圖幾乎一模一樣。客廳配咗橙色皮梳化，飄窗位做埋卡座，實用又靚。電視牆用咗深色石紋板，兩邊玻璃飾櫃好有格調。飯廳位置用咗黑框玻璃趟門分隔廚房，通透又實用。雲石餐桌配皮椅，頭頂金色吊燈，食飯都有氣氛。廚房做咗 L 型設計，嵌入式焗爐同洗衣機，企理又慳位。主人房配咗灰色亮面到頂衣櫃，金色拉手好有質感。衣櫃做到頂，收納空間超大，拉手仲係真銅嚟。書房用榻榻米床配書桌，玻璃門展示書架，一房兩用。浴室用咗灰色石紋牆身，暗色調設計，配 LED 鏡櫃，酒店感十足。